敬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吴顺大哥，我是来甲你会师的。莫安尼讲啦，我知影陈新娘拢是为着阿妹好啊，伊也无啥物歹意啊。你会安尼想哦，上好啊。阮阿母嘛是为着阿妹好，伊最后的决定是希望你会好好听孝。我阿母已经答应这场婚事啊！真的啊？吴顺大哥，是毋是你救伊的啊？我无遐尔厉害啦。其实阮阿母吼本来就真心想你啊，真正说服阮阿母的人，毋是我，是你。吴顺大哥，我毋知影要讲啥物才好呢。多谢啦，多谢啦。应当说多谢的人吼是我啦。阿妹以后，就麻烦你照顾。会啦，我一定会啦。对啦，你阿爸即摆一定足有准的，你要是趁早吼，转起来讲一声，互伊欢喜者。好，我即摆就转去。吴顺大哥啊，我知影一定是你救陈新娘，无论我讲啥物哦，就无法度表达我心内的感激。我只是要讲哦，请你放心。我一定会将阿梅哦当作我家己的性命，同款来疼惜。多谢。好消息啦！好消息呢！拄下迄无存大哥哦，走去鱼港啊找我。伊讲陈新娘已经答应我甲阿妹的婚事啊呢。真是的啊！真是的啊！迄是无存大哥亲嘴甲我讲的呢。阿爸，你是安怎？是毋是欢喜过头啊？煞忘记啊？啊？阿爸，你说我是上哦。高囡仔，遐济啦，你听我讲啦。我当然嘛听你讲，我耳也是你生的，无听你讲，要听啥人讲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要娶阿妹啊，安那无爱规气娶阿客啊？阿爸，你又是讲啥啦？我是讲正经的，我毋是吼凊彩讲的了。你莫咧甲我讲生笑啦。嗨啊，
票吼，伊甲咱同款，偏偏是讨海的人。啊，因老爸吼，虽然是较早来过身啦，啊，因女仔囝就无搁继续讨海掠鱼啦。啊，上无吼，伊嘛当来体会到咱讨海人的心情，才袂亲像先生娘啊安尼咧。阿爸，既然先生娘啊就已经答应这桩婚事啊，迄就表示讲伊无咧轻婚咱是讨海人的身份嘛。啊，你就何必想遐济咧？我敢去爱心想啦，你敢知影伊是安怎甲我糟蹋？伊讲哦，我自私啦，拢无替囝咧设想啦。啊，伊甲我讲这是不要紧哦。伊不应当哦摕那先生人的身份安来甲我压啦。袂输我敢若踮咧面头前甲一只虾皮啦。啊，伊是凭啥啦？爸，哎呀，我甲你讲啦，咱都还袂甲伊结亲情咧。咱先生娘啊，就安尼高高在上，袂输讲啊欠伊偌济咧。另工哦，你也带阿妹仔入门。啊，毋着甲咱食死死，啊你娶一个某，啊我吼是加一个后母啦，亲像即款的亲情吼，有也好，无也好啊啦。爸，好啊，你莫搁讲啊啦，我知影你即马心肝火倒啊，爱较惨死啊啦。啊，毋过你爸这面子你嘛小可甲我留一个好，别人哦是踮咧外口安尼甲我糟蹋，啊你踮咧内底哦，安尼甲要赌一赌。我问你咧。啊！你有哪嫌我这老爸我受挫伤淫？无啦，我哪有啦？无，要若无吼，我穿领花仔衫，你大哪有意见？你想我穿领花仔衫，会踮伫遐医生人的面头前，啊写死写尽，来写你的面头的皮，啊你哪惊我这讨的老爸会破坏到你的婚书？无啦。哎呀，你老爸敢真是这样粗俗？粗俗到吼，连你也看我无起。好啦，我受较粗俗啦，要不过你嘛受看到啊，我原来是真有心的。你叫我换衫，我就换衫；你叫我换鞋，我就换鞋。总共有一句啦，迄吼花仔衫换做白色子，迄叉脚换做皮的吼，伊若是看咱噗噗啊，看咱母母啊啦。搞穿衫我那是搞啦，你踮我面头前吼，永远吼我是狗囝，要若我踮咧别人的面头前吼，永远是老狗啦。好啦，我唔管别人安怎看咱，咱就要活实在，活欢喜啦。哎呀，总讲一句啦，阿桥才是吼我心目中的好媳妇啦。你若是坚持要娶阿妹啊，我也袂反对啦。要毋过吼，你是得袂到我的祝福啦。阿爸。阿母，顺着我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真欢喜呢。伊讲吼，伊要紧转去通知因阿兄，通好准备结婚的代志。毋若剩着爱准备结婚的代志，你嘛差不多都爱好好准备啊。今仔吼，阿海因老爸有来厝的提亲啦。本来阿母是还搁咧张图，我想讲你若嫁互迄种讨海人做某吼。一定是会食苦。后来是恁阿兄直咧甲我苦劝啦，伊讲环境歹不要紧，恁翁仔某若运来吼，恁人来听你，安尼就好啊。恁阿兄佫甲我讲哦，你甲迄阿海啊，本来就是一对。阿妹啊，恁阿兄讲的敢真实？阿海啊，对我袂歹。啊，毋过吼，嫁予迄款讨海人做嫁后吼，是真艰苦。阿妹啊，你敢毋惊吃苦哟？我毋惊食苦啦。自从你来林家吼，阿母就知影你是一个足坚强的囡仔。你对我来林家的时阵，阿母对你有一点仔误会。啊，毋过你
你从来都袂甲我扣分。你会记得无？有一摆我甲你叫去迄厨房后面，我叫你讲住离无村愈远愈好。你竟然甲我讲，你袂互我为难，你要倒转去恁兜，你想要转去恁故乡。迄阵啊，我本来想讲，你是凊彩讲讲的尔尔。我要也一个看到你迄坚定的眼神，我才知你是讲正经的。第二天，你明明就还阁伫咧发烧咧，你家己一个人，就怎安尼要倒转去恁故乡？迄阵，你还阁是一个囡仔尔呢。时间咧过实在是命真紧，才活一个头尔，安尼就过15年啊！这15年来哦，我有你一个好查某囝，阿母是真欢喜。不过即马若想到讲，你要离开我。我的心内都足艰苦。好佳哉哦！好佳哉，你敢嫁伫咱这庄仔内面尔。阿母甲你若遐吼，若想你，我随时拢会倒去找你，看你会到。啊，你若想要转来厝的吼，你随时都会要转来，较接转来，好无？阿母，是毋是阿兄说服你，互我嫁外海啊？是啊，安尼也好啦。恁兄妹仔吼，个人嫁娶，阿母安尼就算了却一桩心事啊。阿兄，这个香火茶啊，这个香火茶啊，是要行你的。等你嫁去平港了后，你会互阿海啊，还是挂在家己的身躯顶？总讲一句，会用保庇恁规家人。阿兄，你要甲我讲的话，敢若安尼尔。干那呢尔？
你心内有足侪疑问，想要问互清楚。啊，毋过我毋知影要安怎回答才好。你也知影，我本来就无对任何查某人要付出我的感情，一直到我受伤的迄一刻，我看到迄只字路，我叫是你拗的。第二天，你坚持要甲我去工地，我看到你面做遐尔啊侪工人，你是遐尔啊励志，甚至无顾家己的性命，我看到真感动。迄一天，要过因兜，你咧替我顾药的时阵，咱是遐尔啊我敢若想要好好保护你，好好来你揽调的，互你知影我心内的想法。啊，毋过想袂到，迄只子路竟然是剩着拗的。小小的一只子路，竟然会引起遐尔大的误会，遐尔侪困扰。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才好。阿兄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较水只子若是我拗的，今仔的结果就无共款了，对无？毋是，毋是干那迄只子路，有真侪代志已经讲袂清楚，嘛无必要讲互清楚。是安怎无必要？啊，是因为阿海啊？是因为阿海啊，是因为伊有剩着，也是因为阿无，我嘛毋知影，拢是，嘛拢毋是。阿兄，你爱讲我听无？我是惊要真正知影你心内的想法。也毋过你伫拢会闪遐我，你对我有当时遐尼低，有当时还阁遮尼冷。阿兄，你莫阁暗藏你心内的代志啊，好无？我无毋茫有啥物结果，也毋过，至少你让我知影你心内真正的想法，甲原因。阿妹，我看到迄只子路，才发生了误会。啊，毋过，是我来诊了后，才知影迄是真正的误会。后来，我渐渐了解你的心情。啊，毋过，迄个时阵我已经知影阿海的代志，嘛知影春潮的代志。还阁有阿母的代志，阿妹，咱两个人一直咧相处，真是的，我应该来当作小妹才对。啊，毋过，我嘛毋知影为什么，我已经无法度互我的心变甲遐尔啊单纯。这已经无动摇，无论安怎讲，你是我的小妹，永远的小妹。在这间厝内，本来还阁有你会用甲我讲话，敢若你了解我咧讲啥物，我咧想啥物。啊，毋过，等你家己陪嫁了后，就无人会用甲我讲话啊。安尼也好啦，以
了咧这间厝内，我会来甲我的喙孔起，做一个无声音的好医生、好后生、好后婿。为你袂吃袂困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妹，唔通哭，我永远拢会记得这个暗暝，在这个后面，人讲的一句话。迄一年，阿梅总算了解到毛春的心意，但是同款迄一年，因两个人伫个无声无息的告别当中，互相伫个心肝内讲再会。半年了后，阿梅甲毛春同住对厝，人家相喜临门。伫一个小小的渔村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大喜事。啊母，嫁过去好命吼。你着较照顾我。哦。那个关起来。结婚迄一天，阿梅并毋知影讲，伊日来偏嫁，并无得到王伯的祝福。春潮嘛毋知影，伊所盼望的幸福，过无偌久了后，就直要破灭去啊！迄是1959年的年尾，乌鱼的季节搁来啊！毋管是爱人的，或者是被爱的，各人抱着各人的梦，心肝内嘛有遗憾，嘛有满足伫。所有的遗憾甲满足，拢会过去，就亲像毛春所讲的，总有一天，时间会回头，冷冷的天笑。来天笑着众生。阿妹，我一碗好啊。好。哇，多加多加。哎，阿爸，你还未食完呢？食饱啊。阿爸是毋是人无爽快啊？我看来敢无啥胃口啊。啥物无爽快啦？伊本来就食较少啊，咱莫插伊哈。嗨。阿爸是毋是有啥物心事啊？我来看伊敢若怪怪。无代志啦，莫想遐济啦。
阿妹，我你生的这鸡啊吼，够好食啦，足赞的呢。好食吼，够赞的。明白吼。阿妹啊，迄鸡啊，阮平价已经几个月啊，敢会惯钱啊？我就是甲你讲吼，我一开始无啥关系，我即马较好啊。你敢知我啥物上没关系？我知影。是毋是我咧困的时阵，讲啊就大声了？毋是啊，我吼，我早伫后头厝的时阵哦，我拢困到7点才去穿早顿啊。我即摆计才无共款啊。你像爸爸哦，我7早要出门做工课，我5点半就开始煮饭啊。我会头讲，哎呀，哪煮哪困的，就爱困。歹势啊，无做啊，阮就定定透早就要出海啊，所以阮爸仔囝无较早起来袂使呢。我知影。阿妹啊，安尼啦。那较早你若爬袂起来时阵哦，袂要紧，以后糜换我煮啊。规日较早拢嘛是我煮糜互阮阿爸食的，虽然我煮了无啥好食，但是阮阿爸嘛熟噶。唔好啦，啊你做工课遐尔忝，你会当困你就尽量困啊。厝袂这些我代志，我来就好，无问题。真正无问题。无问题，放心啦。安尼就拜托你啊。好，阿爸。万一你若真正爬袂起来时阵哦，你就甲我较踏踏的，到时阵哦，帮我煮糜互你食。你讲的哦。好啊，咱逐工拢来踢骹，叫你起来煮的。我叫你甲我踢骹。好，我来准备啊。我问你哦，啊你是当时才陪我去船顶斗相共？慢慢来啦，莫遐急啦。啊你到底是问阿爸无啦？我大概一无用，我就袂记啊。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哦，佫袂记的，特别拢袂记的啦。你无爱问哦，我家己来问。免，我今仔日一直替你问啦。阿妹，你若一定要爱去船顶斗相共啊？去船顶，阮爸仔囝就有够啊。船顶足辛苦的呢，你留踮咧厝内较好啦。我知影你船顶做项就真辛苦，要毋过哦，至少我会使甲你做伙拍拼，咱毋只是成一家人对无？毋是啊，总是厝内爱有人来摒扫啊、煮饭啊，对无？这你放心啦，煮饭哦，这我家己会安排啦，我绝对袂互你甲阿爸去咬着啦。啊，假使讲哦，你甲阿爸无时间倒来食饭，我嘛使做便当叫你食。嗨啊，爱记哦，等下拄着阿爸爱甲问哦。你莫佫袂记啊？公啊，阿今无要去吃哦。要啊，即马就要来去啊。阿爸，小等下阿爸。阿后边啊，我知。阿爸，小等下阿爸。什么代志啦？今日使拜托一下。我想要拜托啥啦？你敢会使莫对阿妹遐歹？我对伊遐歹，无你是讲对啊，讲唔对啊？你也毋是歹啦，只是哦，你逐工一个面敢若苦瓜咧，迄人看到你嘛惊。惊！啊，当我自细汉到即马，拢嘛是这个面，伊也惊吼，就莫来做我新妇啦。阿爸，你嘛莫安尼，我知影你即马咧气身新娘，但是阿妹归阿妹啊，你何必着安尼咧？佫讲你腹肚嘛遐大坑，你腹肚一定足快嘛，你何必着计较遐济咧？我敢真是遐歹啦。哦，歹喏，连我伫边仔我都惊甲逼出来。安尼阿妹也袂惊着啊？哦，惊到，嘿，无死嘛半条命。嘿，高音啊，我听你咧操蛋啦。阿爸，讲实在，你这大官做了实在真有气。就是安怎讲？无啊，阿妹定定伫我面头前学老你呢。我讲你真有这大波人的气度。敢有影？有影。阿妹我讲哦，尤其你伫唱迄条丢丢档的时阵哦，真正有够飘撇的。无影啦。真的。阿妹我讲哦，你较早少年时阵伫咱庄仔内哦，一定足侪查某仔笑笑你的。伊也讲这就正确啦。你爸少年的时吼，
啊，伫路亲戚上丢丢动啊哦，迄一个查某囡仔哦，迄目睭啊金金上咧，若无伊闪着我哦，遐人拢无正常。阿爸，讲实在，你较早小的时阵，敢有遐卖人啊？当然咯，啊是有较可惜啦。可笑啥？可惜，啊你一个家囡仔都对伫恁爸身躯边啊，啊心人敢饲我来哈？唉，歹势，啊破坏着你的好代。甲打你才知。哎呦，捧汤来。今日阿妹还佫来问呢，问啥？伊讲哦，我当时会使去船顶斗相共。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袂用去啦。阿爸，啊人就真想要去斗相共，你就互人一个机会嘛。要互伊机会吼是真简单啦。若是叫先生娘仔知影，啊我是要安怎哈？阿妹还袂结入门的时呢，伊就甲我开干了呢。啊，即摆我会知影阿妹去船仔顶去拍人歌，啊我毋就互伊剥皮地粗远。为你袂吃袂困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你要有车无？是，我着是。讲出两话啊，我早提吼。妈妈有啦。哎，请嘛，哦，来伊啊。哎，亲家啊，嘿，人来吃多嘿，哎。新年哦，来，你哎呦，那好意思，歹势啦。啊，他是咧歹势啥？啊，别行无啦，要食鱼啊，咱拢有啦吼。哎，春条啊，啊，替你阿母敬几位啊来。哎，对啦，来。好啦，无你敬者吼。亲家啊，阮阿妹吼，嫁去恁兜，毋知有甲恁麻烦着无？无啦，添什么麻烦？阿妹啊吼，偌贤咧，伊会当做我媳妇，迄是我的福气了。安尼讲嘛有影啦。若讲到阮阿妹吼，这查某囡仔是足好处的哦。以前吼，不管是厝内还是诊所的代志哦，事事行行哦，伊是安尼发落甲好势好势哦。歹势啦。亲家啊，你即马有闲无？有啦。我有一件代志，甲你参详一下，好无？好啦，好啦，啊。哎，好手啊！啊，看偌济算我的哈。好啦。亲家啊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拄阮林家迄间诊所吼，即摆敢若剩阮无剩一个人咧烦恼啦。啊，一个患者济吼，无闲袂来，你知无？所以我毋才想讲吼，要甲请一个护士来做伊的助手。哎呦，你就知咱即个庄卡所在，我问足济人的呢，啊，毋过拢无人要来啦。所以我毋才想讲，叫阿梅转来诊所上班，好无？哦。老实讲吼，因为即个护士吼，都去兼欢笑啦，所以我若是要外面凊彩找一个吼，我嘛袂放心呢。亲家啊，你放心啦，阿梅即摆是你的新妇啊，啊伊若来吼，我会照外面一般的薪水付哦，有钱的啦，啊待遇吼一定比外面搁较悬啦，吼。亲家啊，啊像恁爸仔囝咧，逐工咧掠鱼。啊，你一个月差不多趁偌济？差不多8、9百啦。哈，才8、9百尔。哎呦，恁爸仔囝趁这个实在是有影艰苦钱哦。亲家啊，啊无我按算阿妹的薪水，我派1000块互伊，你看安怎？1000块。这。亲家啊，免张图啊啦。啊，敢若阮阿妹一个人哦，就会当替恁兜趁1000块呢。啊，呾你搁咧张图啥啦？恁爸仔囝哦，拄啊船顶安尼辛苦规半工，一个月嘛才敢趁一个8、9百尔。就安尼决定啦，你等于甲阿妹讲哦，叫明仔载就来上班，吼。啊，我来看村场啊吼，鱼仔拣好未？会记得哦，咱就安尼决定啦，吼。阿妹啊，你早喺船顶创啥？哦，嗨啊！
拄则来找你，你无伫个，我看出来最垃圾的，我会手来洗洗撸撸的啊。哎，免洗啦，反正洗了，迄母啊嘛垃圾去啊，较安尼洗嘛共款。哪会洗无洗啊？迄规船顶有一个臭鸭皮，你无闻着？哎呀，有时有啊，阮就避了惯死啊，当做无避着就好啊嘛。啊？当作无闻着？喂，你意思是讲哦，你规日透天拢免洗身躯，身躯有臭味，煞甲当作无闻着？你知影我困在你的边上真艰苦呢。啊，安尼啊。不笑。阿妹，这只船对阮遐尔久啊，阮爸仔囝嘛毋捌像你安尼遐尔甲伊拆着啊。哎呀，咱皮甲哦，是咧靠这只船啊讨趁的，无适合照顾着哪会使？对，我安尼咱做伙甲伊拆烧，你帮伊洗身躯，我来搞维他命哈。啊？维他命？什么维他命啊？哎呀。这个引擎逐工伫遐放，有甲伊提一寡油吼，引擎真紧就歹去，你知影？哎呀，帮引擎提一寡油吼，就敢若人伫食维他命共款啦，拢是伫补营养啦。安尼我知影啦。你是知影啥？原来船仔嘛甲人共款爱补吼。其实你嘛真疼这只船啊。安尼袂歹啊。好，安尼决定，你家加维他命，我家洗身躯。好啊好啊。阿妹啊，你来创啦？阿爸，我替船仔洗身躯啦。你洗什么船啊啦？免遐麻烦，迄物件轻轻好转啊。袂啦，袂麻烦啦。阿妹啊，阿爸你讲你无听着？我咧叫你免洗啊，你个菜点要创啥？阿爸，初冬我无法度啦，这个起好，我洗洗就好啊。好，实在有影啊！我讲唔免做是唔免啦，船仔顶工课，互我到海啊就好啊啦。啊！为你袂车袂困，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我讲唔免做是唔免啦，船仔顶工课，互我到海啊就好啊啦。爸，阿妹伊家己是愿意来斗相共的，你安尼要创啥啦？这句话怎会问你咧？谁叫你互阿妹来啊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叫阿妹蹛咧厝，唔免来船仔顶。阿爸，免解说啦，我无要听你解说啦，去叫伊转。阿爸，是个啦，我毋知你有交代海啊，讲叫袂使来船仔顶，是我家己大出代志要来的，歹势哈。爸，你安尼做敢会伤过分啊？什么过分？无听我话才是过分啦！阿爸，我知影你是咧顾虑到陈新娘，不过阿妹伊家己是愿意要来船顶斗相共的啊。我再讲，阿妹伊嘛是咱皮家的新妇，伊来船顶斗相共，这嘛是应当的啊。你何必着遐甲陈新娘咧？谁甲你讲我咧惊伊？我是无愿意讲，互伊掠种咱咧苦度伊的查某囝啦。阿爸，你咧讲嘛伤过碰风啊！陈新娘哪有可能会安尼想啦？那会无可能啦！我拄着拄着伊，你敢知？嗨啊！毋是我讲无互妹来船仔顶斗相共啦。我这做大官，敢真是遐尔无明理。我嘛知影讲加一人来船仔顶斗相共，加一人好啊。我拄着陈新娘啊，你敢知伊安怎对我讲？伊是安怎讲？伊讲咱讨海趁的是艰苦钱啦，所以咱要叫阿妹等于啉甲尽数斗相共啦，一个月要1000块伊啦。赚的比咱爸仔囝搁较济啦，伊安尼袂输吼，讲咱爸仔囝遐咧，搁较安怎骨力，都饲伊的仔囝吼饲袂饱啦。
歹啊！咱敢真是遐尔无路用，要是先生你我根本就看咱无起。你遐娶这个新妇，自头到尾还是甲我糟蹋偌忝，你敢知影？等你转去就甲我问讲，叫明仔载开始哦，就去林家诊所上班啦。不管你一个月赚偌济钱哦，1500你就免甲我摕转来啦。咱皮到哦，我客欠我因林家摕互咱的钱啦。妹啊，你洗衫，我甲你斗相共洗。系啊。是安怎爸爸互你从那顶斗相共？你若拢莫甲我讲啊！是毋是阿爸对我有啥物意见？啊，是我有做啥物唔对的代志啥？无啦，你莫甲我骗啦！自从我嫁过来遮了，我就感觉阿爸对我态度无啥共款。伊无像较早对我安尼亲切。系啊，是毋是我有做啥唔对的代志？你若是甲我讲，安尼我毋才会晓改进。阿爸最近是想点仔情绪怪怪，啊，但是迄就甲你无关系啊。甲我无关系。有一件代志哦，我一直无甲你讲，就是先生过身了后，阮阿爸毋是有去恁兜提亲，啊，本来恁阿母无答应嘛。这样代志我知影，迄阵阮阿母无答应，是阮阿兄甲伊讲，伊才答应的。你只是知影一半尔，另外一半你可能还阁毋知咧。其实哦，当初恁阿母拒绝阮阿爸的理由哦，伊表面的理由是因为阮阿爸袂晓替囡仔设想，其实伊想阮是讨爱人的。有这款代志？啊，自迄改了后，阮阿爸就一直屈出到即嘛。毋过你毋通误会呢，阿爸无爱互你去船顶斗相共，伊是惊你受过操劳，啊以后对先生有歹交代。我知阮阿母是我好，但不过哦，安尼真会伤着阿爸的心。其实毋那安尼呢，今日阮阿爸母拄着恁阿母啊，恁阿母有甲阮阿爸讲，问讲你会当转去林家诊所斗相共，讲林家会互你1000块的月计，1000块呢，迄比阮爸仔囝加起来赚的搁较济咧。其实我听到即句话的时阵哦，我心内感觉无啥欢喜，但是我也毋知影要安怎。其实阿爸意思是希望讲哦，你着照恁阿母所讲的，你着转去林家诊所斗相共啊。啊，你所赚的钱哦，你家己留下就好啊，免摕转来赔甲。袂使啦，我有要转去上班啦。是安怎啦？我若转去上班，阿爸心肝毋搁较硬。哎，你想莫想遐济啊！阿爸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伊即摆心内咧急，但是过几工仔就袂记啊。啊，费伫迄落无存大哥，耳仔搁需要人手，啊，你着转去甲人斗相共嘛。我若遐需要人去，家己上班，我那就一定要我转去上班啦。但是你无转去，我看阿爸愈为难呢。阿母迄边吼，我会甲伊解释啦。我即嘛是较烦恼哦，阿爸心内口气无地透，啊，我毋知要安怎才法度化解这样代志。讲实在哦，我嘛毋知影。为你袂吃袂困，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日本的帝国主义对1895年开始，霸占咱台湾已经50年啊。咱常常在这社会上听到一种声音，讲日本人袂歹，日本人统治台湾嘛真好，啊，不过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日本人，咱台湾人当作是三等国民，当作是奴才。对，这就是重点。
人伫诶无？阿 Q 啊，阿妹，阿 Q，真久无看吼。我都想讲吼，你甲阿海啊拄结婚，一定会足无闲的啊，毋则无来甲你搅了。哎呦，讲叫了什么啦？你是等下吼。嗨啊！啊嗨啊！阿 Q 来啊！阿 Q 来啦！海啊，阿 Q 啊，你哪样行？这。来啊，坐啊。这样是我一点仔心意啦。来就好啊，搁遐功夫。嘿啊，你这功夫搁创啥啊？啊，你伫甲我看啦？阿妹，你结婚了后吼，是愈来愈水哦。我，哎呦，你莫甲我笑啦，我拢也无装也无啥。我是讲正经的啦。哇，阿 Q 啊，你当时哪会嘴变遮甜啊？我吼，等下摕一个汤仔互你食，啊，毋过吼，我倒个汤仔吼，拢去海来拢食完去啊。阿爸，王伯啊，好巧啊！看你偌久无来，王伯啊，足思念你的啦。讲有影。你太无影。阮阿爸哦，足思念你迄个猪脚面线，搁遐物咸水鸡啦。好，真是的哦。无安尼啦，王伯啊，我吼甲我会晓煮的菜吼，拢交互阿妹啊，互伊逐工拢煮互你食，好无？无讲啦，迄是你的手路菜呢，都爱你啊亲亲煮，爱开口才好，才会出来啦。迄别人无法度啦。总讲阿妹啊，伊搁较巧，也是对你袂对啦。你是讲沙袂哈？你这鱼啊吼，安尼掠的，迄水安尼插插滴啦，滴咧我迄地板吼，黏的吼，惊会翘起来。啊，所以这鱼啊水吼是足臭臭的呢，迄若滴到地板吼，是足歹清的哦。歹势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别人对你袂恶毒，啊，我毋来家己吞落，啊，吞袂落，家己假假死对无？这根本就甲阿妹无关系嘛。我感觉哦，你即马对阿妹哦，根本就是刻薄啦。刻薄？迄所有的代志是为娶阿妹开始的呢。我是讲要叫伊倒去诊所，莫搁甲惹麻烦，安尼叫做刻薄。你这一切吼，就是为着我啦。你叫阿妹转来诊所上班，是要互我加一个助手，加一个可靠的人，会用画像。虽然你叫阿妹一声查某囝，啊，不过你的心内根本就无拿阿妹当作是查某囝。就算讲即马王伯啊对你有啥物误会，也是有啥物无爽快吼，伊嘛毋是扣分的人啊，代志吼早点就过去的啊。是毋是阿母讲的话，互阿红姐啊造成啊误会？就是后你讲遐个话，只有阮大哥甲遐人拢忘记。当你开我咧，阿妹，我啥物用叫，我就上惊你离开我。我为着我阿爸代志来生气好无？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想阮，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袂困。想阮，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。